动吃动吃，来做事。早，吃什么？看一下。一个猪排汉堡。OK， 好。あのババツン杜海南，耶呀，嗨哟呀，耶呀，乌安海呀，耶呀，嗨哟。哪里？雨涵，这不是芝芝吗？一定是来见你了吧？是荣登你最爱的早餐店。对啊，阿姨好久不哎见。你好好久不见肚子很饿了呢。来吧，说说看你今天想要吃什么，我做给你吃。花生厚片。好的，我先帮你记起来，花生厚片。然后我的主食，我想要吃尾鱼玉米的蛋饼。好，那个鸡饼。OK， 还有呢？河粉我没有吃过，我想吃看看河粉。好，3样喽。OK， 先饮料，你要喝什么？冰的。我想喝热的，我早餐喜欢喝热的。好，热的。中温奶。好，中温奶。再来，要不要吃吃看我们家的最好吃的饭团？还有吗？还有。耶，那我要一个。OK， 好，待会帮你送去。好啊。可以。暗自 say 啊，冲什么呢？暗自 say。哎。上菜啦！哒啦，心心念念，谢谢妮娜阿姨跟雨涵，感谢你们的爱。欢迎再次来到我们家，哎，品尝我们家早餐，真的是再次哎。对啊，上一次来是为什么？我们上一次来是几个好朋友，我们是要带你们的狗狗一起去游泳，对。然后想说那个游泳的地方刚好在桃园，想说可不可以来你家先吃个早餐？因为我一直跟你们推荐说一定要来我们家吃吃看。好，我们先从上次我没有吃到的河粉蛋饼。对，这个是河粉蛋饼。今天是由你亲手做，跟上次一样，因为上次你一进来想说应该是放松的一天，我本来想说可以帮你们好好的介绍，结果殊不知人手开始不够，然后我就直接进去，然后就开始帮忙这样。店里太多人了。对，好了，我们今天很幸运，先试试看这个。你的手艺，这河粉很亮晶晶哎，bling bling 的，滑滑的。如何？我觉得它就是比蛋饼，因为蛋饼我们看这边会看起来比较干一点点嘛，然后它就是带一点湿润的感觉，吃起来就是滑滑的口感啊。而且我帮你就是跟你介绍一下这个酱啊，我们家也是特别调制的，不是一般的酱油膏，它里面我们还有加辣椒、蒜头，然后还有加酱油膏，然后一起还有砂糖，砂糖有一点甜甜的，难怪，这就是我们家都会有一些特制的酱料这样。有不一样的味道，没错。然后接下来重点就是在这个我个人最爱的饭团。为什么你会推这个给我？这个是油条，然后我们会有花生粉，然后肉松跟菜脯。我自己最喜欢就是菜脯的口感，好吃。那有花生，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会跟我们外面吃到的会不一样。我们是挑特别细的花生粉，因为它的那个刻度是可以调的。对。讲到这个小安国六村，就是我想到一个故事，就是因为我们家的位置是在这里，所以很常员工来的时候，就会可能会跟妈妈闲聊，哎，那个老板娘，
你有女儿吗？这样，他说哦有啊，女儿现在是高中，哦，他就说小朋友要不要来我们六村打工这样，然后我妈说哦好，问他一下如果要的话，我要怎么样去面试应征。然后那个他刚好是人资部的，他就跟我说你就只叫他来人资部直接找我就好了，然后我就直接去。我到那个办公室之后，我就说姐姐你好，这样他说早餐店女儿嘛。他说你先填这个单子，我就写基本资料。结果我就发现他已经帮我勾好了餐饮部，因为想说你是做早餐店的。我本来想说我可以去那个游乐部之类的。对，毕竟已经到六福村了。对啊，去体验不一样的工作环境。对，很强哎。刚好就是因为我们家是早餐店的关系，诱惑到他们的胃。对，因为他们觉得太好吃了。是说我都今天已经来到龙潭，是，还是都有去一些特别的地方吧？当然要的啊！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？吃吃喝喝，还有呢？玩玩乐乐，还有呢？我们要做料理。吃吃喝喝，你有吃吃喝喝啊？有吃吃喝喝了 ，right now。我要做吗？还是你要做？我们一起做。那我们今天要做料理的话，我们要做什么？问对人了，不然我问谁呢？我今天要做的料理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它是我们家的常备菜，然后是印尼的料理。我一定会成为那个很好的助手，来完成我们接下来的料理。好期待今天的料理呀！吃饱之后，我们就先去市场给它买起来。Go go go！耶，吃饱了。歡迎嚟到龍屯嘅菜市場。又要繼續講買吃的。對，龍屯菜市場，龍潭菜市場，這是我小時候很常跟媽媽來的一個菜市場。哦，是因為這邊你們可以知道貨比三家哪個比較便宜。這裡是一定要的，畢竟勤儉持家嘛。對，因為家裡很多人要煮比較多菜。對啊，而且這裡的種類也比較多。你看3條100。像是很便宜嗎？因為我其實很少去菜市場。哦，那你就可以看一下我們這邊的物價。那你們這邊應該會有認識的老闆？有，我們家都是會買特別菜的時候，就會有特別的固定的攤位。所以你在這邊都已經很知道你現在要去哪裡。是的。大家好。我們今天要買的食材是紅蘿蔔，然後馬鈴薯。那我們要怎麼挑啊？都很漂亮呢。不是，老闆是自己種的還是？它這個沒有泡藥水的，看起來就醜醜的。哦，這樣醜醜的看起來。可以做磨碎碎啊。磨碎碎啊，自己要再洗。啊，為什麼不洗一洗？沒有，就是代表它是真正的我們從地這很新鮮的。對，買這個是吃起來比較味道比較。哦，那感覺咖喱不錯。好，然後接下來是這個馬鈴薯有怎麼挑的嗎？就挑大小。哎，你要好來，你挑2顆嗎？我覺得這個 size 應該剛剛好。可以，好，來這2顆好不好？可以，這差不多的。可以。幾多錢？75。幾多？75哦，45，45，45。犧牲條，上方條價。什麼？苗栗就講安置 C 了，就謝謝。安置 C。龍潭南部的就是講斗恰。斗恰。講什麼的就什麼泥。對，我會講什麼泥。什麼泥？什麼一條價？什麼一條價？我發現，那剛龍潭這個菜市場進來，感覺其實小小就發現裡面蠻深的。是，而且都有很多小路，真的是很新哎。有沒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？是不是跟你小時候不一樣？完全不一樣。先買蔥，對。啊，蔥你會特別挑嗎？蔥就差不多，我都會看。好，就這樣可以。你看什麼？我都看根部哎。看根部，比較漂亮的哦。對啊，可以。然後因為我們用到的沒有特別多，所以我就這樣一串夠。對，沒錯。那我們先買這些。對，先試試看。來，謝謝，拜拜。跳干醬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有沒有人要來買黃瓜？我想要來買
黄瓜，小黄瓜可对以这里看到你的很亮，很漂亮。现摘的，这个都现摘，早上现摘的，你看一下现摘的，这现摘的，这个花都还没掉哦，它的果实这是没错没错，哦是这样尾巴子看最新鲜，最新鲜。你很少在外面看到会有这个啊，尾巴对对都会挑比较大。对对，我们来4根，好好，4根就好，哎4根好好的，70條哈，已經70條哦， ，60條左右，拿你60條，谢谢 Q 嘎牛，对对，谢谢 Q 嘎牛，欢迎美女来到龙潭，谢谢。买完这些料，接下来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市场呢，每一个摊位呢，他们都会有一些附加服务，副驾什么意思？就例如说。你说刚像阿姨那样很认真的在介绍东西。不是，比如说他会做一些，你可能买，因为待会我们会买一些香料嘛。对，我们买香料他。们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搅碎的动作。嗯，搅碎。对，不是说蒜头就是蒜头一袋这样。这就是龙潭市场好的地方。什么意思？我等一下来看。好，OK。是哪一件？到了，到了。我们今天要来买一些香料的部分。調價好。調價好。按照，今日愛乜嘅？今日嗌愛酸條lau鳳蟲，愛是酵嘛，要攪，我们要搅吗？我们兩種可以攪碎，对，然後搅碎，还有什么样的分法？还有磨成泥的有吗？粗的、中的、幼的，煮一种类，還有像你說的泥，都可以處理這樣。我第一次在菜市場看到這麼細膩的，這就是龍潭市場非常好的太細膩了有特吧？色，對，特色。那嗌愛量重加起來30條30條啊，都得，都得，再嗌一下，好，安子 C，哎。好咧，兩種加起來30條，什麼呢？我算愛推種嘛，唔可以，我哋要切價低嘅。係10蚊，係數200條200塊。收唔切實，哎，收嘢，收嘢。好，下一趟好，歡迎馬街站過來，謝謝，謝謝。我第一次在菜市場，在等待買雞，那也是太大排長龍了，一定要先排隊，这是太熱門了。哎，老闆很有架勢，老闆的架勢很。你模仿不來，对，我没有辦法哎。你光是那個刀的使用就已經對啊，精準，很精準的在骨頭旁邊，非常精準，非常精準。一絲肉都不浪費。哦，快到我們了，快到我們了！哇，終於到我們了！195塊啊，哎，老闆玩，我們買了嗎？要多嗎？我要去頭、去尾、去屁股，要多。去頭、去尾、去屁股。你們也太快了吧！剛那個是什麼一個步驟？老闆，我們是要做咖喱的。咖喱。對，沒錯沒錯。真是的，我們等很久了，真的生意太好。你看，如果我們再慢一點，這邊就沒有雞了。已經空已經耶，對，空空如也，生意太好了。190嗎195 195，好195，剛剛好，對，也剛剛好。謝謝老闆，謝謝老闆，謝謝，好了，耶，終於買到了，yes。啊，你一共16的茶有好色哦，是假一杯，是一杯，对哎，黑马概念，朋友，哦，变成你的朋友。这个在喝之前你就会闻到那个香味。我们喝第一杯，我们再续第二杯。哎，我第一杯喝完，我第一杯也要喝完了。会太快，不会太，想变朋友。对，動之動之，來做事。茶园，好久没有看到梯田哦。每次这样看，因为它都会有一个幅度，就会觉得哇，很对齐，因为心情对很好。很好，而且这样一排一排的。对啊，你看它的那个都
是有修剪过的。哎呦，在这边就很想要，会想到过去。哎，想到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，到底我们是什么时候见面的？6年前嘛，对不对？ 6年前。对，6年前，因为现在2025，我是去参加那个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观赛者，我们有一个共同好友，对他揪的，他叫功德，我都会说我是功德的朋友，然后对方也会说你也是功德的朋友，我也是功德介绍我来的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台下看比赛嘛，然后就听说你也是歌手，然后就在互相认识这样子，然后都很害臊。对，然后因为我是第一届的，你说原创比赛？我是森林啊，你是学姐，踢馆我不是学姐，我是踢馆而已，是学姐。然后因为你是后来，我第2季，对，森林之王第2季，然后后来你就是移动到台北活动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就森林之王结束，想说就来台北闯闯看音乐路，所以后来呢，我们就变成了邻居啦，对，变邻居了。然后那时候因为你跟我一起去领养我的狗狗启拔嘛。对，去年会想要找你，是因为你那时候说你在台中读书的时候，你有当过狗志工，在台中，对，我在台中读书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很特别，然后你那时候就说你想要了解，你是不是想要我来帮你照顾？哎，不是，是你那时候说你想要了解台北的跟台中的领养环境，是不是？对，很好奇，就想对。然后那时候就领养了启拔，结果启拔现在比较黏你。是吗？他把我当他的好朋友吧，狗朋友。他第一天就有看到我们2个，闻到我们的味道。哦，毕竟我们也是一起去载他。对啊，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多，我们也认识了好久，不知不觉就这几年过去。对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要带你去我家附近有一个很文青的地方，去手做一个植物，是可以带回家的。可以啊，我这样 OK 吗？可以，就是这样，可以。好，我们等下就来体验看看。好，走吧。Let's go. Go. 哇！李荣浩。哦，安讲嘅声妹哪邊來？我從龍潭來嘅。哦，龍潭嚟嘅啊。隔壁。隔壁啊。哦。我係台東嚟。台東嚟嘅。哦，安講咧。阿 Miss。哦。阿 Miss 姐妹。阿 Miss 姐妹。唔會講客家。哦，東莞去來到呀。哦。天文講到咯，講啱嗬。誒，講得係嗬。你喺馬街啊？你喺台橋。台橋。哦，台橋。到個天下綁出來嘅蕨咧嗬，用嚟撩台攞佢纏起來，攞佢做隻橋嘅。將嗰個盤度哦，佢就會發芽。哦，它就會發芽。會清醬啦。做嚟搞藝就做呢個台橋嘛。做得啦。咁樣可能藝就可以做馬街。我今日推你。好。啊，好你摘哈。哎，你要看你啊哈。好。你頭，你要邊個頭在這邊。頭。它的頭。會，你要用個插嘅幫那邊嚟。好，差唔多按發嘅位數。出去插下去。好，用力插下去。好，一刀唔怕2刀。2次。好，攞佢，讓佢填通哈。對，填通下。你讓佢嚟卡起來，佢就會填通起來。手要輔助一下。手就個綁下問佢。get it。按胎哦。係啊，按胎按講。要抄抄。很漂亮哎。OK。兩下就你啦。好，不用到兩邊嚟啦，好，兩邊數哈，好，出去插落去，出去，哦，做得咯，哦，好，停通，好，天天的背起來，數個綁呢，數哦，這樣搬着，對，手要搬着，好。好，個你下吼，你下係搞兩位長嘅細妹，吼，你奶吼，攞佢拔開來，莫按刀，好，用那剪刀一剪，剪比剪，剪圓來，剪圓來，剪比剪吼，好，要留到哪裡啊？卷圓這樣子，剪圓剪圓都可以，就是修剪掉一些。好，然後呢，慢開，先空來做，好，來，看老師示範。對，好，那很多，我的好秘密，有很多碎台，
好的哈，你就了解哈，把它慢慢的裹上去，包围上去，包围上去哈。阿丽哈嘞，你们就细细的，应该你们比我还会包啦。唐讲哦，听说哈，细摸一下细心，那个女生比较细心，哎，所以我包的不会比你漂亮。看看哦，难说。谁是谁妹呢？细摸哟，你们黑 T 吧？姊妹讲的细摸，讲个谁？用谈细摸咩讲的细摸，讲。讲。好，那就给它保湿感哈。底部也要包吗，底部要包，整个因为我包起来们要把它裹起来。底个大小就是弄到你手抓不住。哎，哦那我已经要抓不住了，哇，那我的本来就很小了，我很抓得住。那你就抓厚一点了。哎呀，再厚一点。以后比较会积水，它不会积哦，水，积水，对它保持它的它过去水分。保存它抖。手忙脚乱，可是好，第一个步骤哈，那先拿到的哈，那腿就踏下盆里，按踏把它绑起来，踏下盆。好，等一下这个线会滑，你可以滚2、3下，线头一滚2、3下。绑起来的时候，对，就是打平结的时候，我们绑多打平结圈一点。，然后这个是打细结，打死结。对，细结打来给，平结很多圈，然后变死结这样。对，哦，好，来给它打死结，好，要绑很紧。哇，这个手忙脚乱。拉紧，对，拉紧再绑死对，结。绑死。你平结绕几次，让这个踏细结，再绑死结。细结，对，好死结。做对喽。对。对哦。哦，你都喊那种先天性的天分呢哈，哇，先天的天分啊哈，天分要寻找一下下。哎，你喊那手掌哦，还要像你冲到压，不用。压被冲到，你唔怕，你要冲到，哦，哎，你就爱攞起1片、2片、3片、5片，都可以。 2片可以，但4片不行，因为数字的关系。不是数字关系，它的美感很奇怪。哦，哎，你就不要太多。像我哋有几片呢？1期、2期、3期、4期、5期，5期我想讲我剪头我要留3期住哦。哦，3支。对，感觉要有长有短。哇，好。好。期咱们特别要睇起来，留2期平衡，2期mỗi期。哦，哇哦。好，唔怕，你们就勇敢的剪，那件。剪2期真的。嘿，我想要剪这个。冇剪到隔壁嘅。哦，冇啦，冇。啊，我有可能。今日要係有4期。 1、2，那件剪2期。压掌。唔怕啊，你们不用，不是知道会痛，不用觉得会痛。他下礼拜又长过给你了。哦。哎，永远这个可以给你训练你的美感。哦，可以美感还可以修要剪。训练一下。对呀。咁你下退球已经做好嘞。耶！来抢泰嘎尔一是下午茶，是台湾茶啊。耶！谢谢。啊，咧迄茶则，茶则规则的则，基本上啊，泡在茶啊，不用那边来，放到这边。就请我的贵宾，最主要的贵宾先看。那今天我们就阿碧斯，芝芝是我们的贵宾，一号贵宾，来先尝一下，你闻香审视，哦，审视，然后给我们几句指导的话，这样。指导的话，谢谢茶叶，让我们今天相聚在一起。那这个茶，摘茶的人们也辛苦了，也祝福我们今天也都辛苦了。啊，不会讲哦。哎，讲那么多，当然，那换我了怎么办？对，遗憾，慢你讲。我哋因为喝茶，做嚟啲咧俾乡下打出来个乡下发家虫。哦，係咪？什麼遺憾？先生，刚刚有教我哋可以暗用功吧？刚刚老師有教我們怎麼說話，所以我就記起來的。喝茶吼，睇下你客家人哦，23杯茶，3杯茶，哎，第一杯茶，喝的人就無限就走出來。高路年，就是我們喝完一個，我們就是像遊客一樣。哦，來這就邊走了，路過而已。蜻蜓點水就離開了。我的過路人。哦，啊，你一共16的茶又好色哦。
是咖啡，续杯，对哎，黑马概念。朋友哦，变成你的朋一生一友。起走。哇，这是三杯，就会吃港饮啊，一家人。哎，哦自家人。哎，对自对对对对己人了，对对就吃。港饮。好，这一杯茶先来，啊，你尝过伊妹做的，对，来，什么欣赏？嗯。要做会薄重茶，薄重茶，这个在喝之前你就会闻到那个香味，但是你喝进去之后，它会是另外一种茶的味道。另外一种味道。它有2层，闻的跟舌头感受到的是不一样。我们喝第一杯，我们再续第二杯。哎啊，我第一杯喝完了，啊，我第一杯也要喝完了。会太快了，不会太，想变朋友。对，那老师怎么会想要这样子做一个这样的环境？啊，你还你很多农村营造，哦，农村营造。哎，我做梨庄做20年，然后呢，那时候这个乡下非常的落寞，人都跑掉了，人就想讲要让它重新活化，才用那种的方式，用客家的方式，来了老人家的杀卜啦、杀家的啦、胎素啦，全部脏好了，清好了。讲一讲，我一直闻到这个面包香，很想吃，很饿了呢。坐在来，他一直偷瞄，对着偷瞄，偷瞄好想要边喝然后边配茶。坐在因为工作要按辛苦哈，我让介绍了3种哈。好，你要种迄很多黄埔诶，黄埔，南瓜，嘿，你很厉害黄耶。埔，客家话的黄埔，凤埔是南瓜的意思。哎，考到我了。啊，你迄蔓越莓，啊，蔓越莓，蔓越莓，哎，蔓越莓面包，啊，你迄cheese面包，哦，甜甜的，他是直接吃到，我是直接吃到 cheese，你的 cheese 很丰满。其实cheese块，它是cheese块，所以它是咬得到的。我的这个很蓬松，然后加上它其实这个刚刚老师说的这个果干，搭配起来就是它其实面包没有太重的味道，它就淡淡的，然后加水果味道，就微甜微甜，点缀，点缀的，然后配一杯茶，哦，气质都跑上来了。刚刚的辛苦都已经对呀，烟消云散。真的，来干够。面包里面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挑一个口味哎呦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来搭配，待会我们要做的咖喱鸡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可以摘一些来吃。我觉得就用老师最推荐的凤铺，对，让它加点不一样的南洋味道。没错没错没错，我觉得一定会很适合。好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大家就试着用这个面包来搭配我们待会要做的咖喱鸡。没问题。加油，很有爱同作伴。加油，加油，哎，吧，这一站目标明确。耶，加油，加油！最后一句，享受享受，终于来教我，享受超越自己，没有极限。我在训练你。我觉得一心二用很难，你妈妈很厉害耶。动次动次来做事。首先，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道料理叫做印尼咖喱鸡佐窑烤面包。首先呢，是这个马铃薯，然后还有红萝卜，必须得切干净吗对？OK，对，这个我们这个当任二厨的部分应该是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的。哇，好非常好，非常可以，非常可以，非常可以。太紧张了，哎，我第一次在电视上这样这么放轻松，对，放轻松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好好好，你是第一差不多了次，你是第一次吃印尼咖喱吗？对我第一次吃，我跟你讲，有什么差别？完全不一样，跟我们在台湾吃到的咖喱，台湾的咖喱就比较咖啡色，就对，色调不一样，然后我们使用的香料也不一样。这是印尼的特制咖喱酱。对哎呦，这是特制咖喱酱，妈妈煮用好的，这是特别去印尼的店买的，就是所以它是已经做好的。对，它的味道就会哦，
然后很浓的味道，也不是咖喱的味道哎，它就是印尼咖喱的味道，就是不是没有台湾味道，台湾咖喱完全你闻不出来是咖喱。没错。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这个咖喱的精华，印尼椰奶，对对对，它一定要加，它才会有那个奶香味在里面，这样，对对对。OK， 可以再大块一点，再大块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OK， 对，然后就先这样子，对，就照这个大小去切，可以哦。毕竟我之你前吃小心手，对好在你 OK 家是有处理过的。对，然后就是这样。 OK，是十字。在你切块之前，我先来就是处理我们的鸡肉的部分。哦，对鸡肉。首先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去龙潭市场买的放山鸡，然后因为它现在是有水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来倒到这个锅子里，开火让它的水分去掉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再下油。OK， 那你自己平常在家里会煮菜吗？哎，我不煮菜。哎，不是啦，因为小时候妈妈很想教，然后呢？然后她可能看到我拿刀子的方法，很像随时刀子会软掉，会喷出去，好像会伤到别人。她就说：“哎，我觉得你先去帮我扫地好了。”我觉得开这样。我们家里就是先分配好工作，每个人有自己适合的岗位，任何事都一样。那你还是不要拿刀好了。但因为后来上台北，你其实很多事情、很多饭都要自己煮、自己切、自己弄。没错。就其实还是都学得会啦。可以，有啊，我今天看到你这个，可以再细一点。好，可以再细这个。哎，对，没错。那我现在都很不敢直接切下去，怕太对，大概这个尺度。对，没错。这个尺度，厚度。好。哇，那平常你妈妈在煮这个应该哦，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我妈妈煮这个印尼咖喱的时候，因为我妈妈是很厉害，她是可以同时，你说切然后看没事，然后切这样，然后那我就觉得因为我很矮那时候，我想说妈妈你在干嘛？然后我就会搬一个椅子站在旁边，然后就这样看。然后我妈妈就说啊，妈妈现在在那个炒鸡肉哦，待会我们要这个放什么？我就说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结果后面呢，我妈妈就开始说，哎，那你要不要来铲看看这样？对，我就说哦好，然后我就先从拌开始。哦，你很小就这样，大概国中开始。哦，对，我也是有试图这样子翻蛋吧，然后蛋翻出来，不是打蛋的时候蛋壳在里面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大家吃了都吃到蛋壳。对啊，我就说哎，口感要有层次感。来，你翻翻看。来，老师你帮我看看。好，你翻翻看。其实就是让它每个人都用到吗？对，就是有在翻炒它这样子。好，这个铲子熟悉度，你可以这样左右嘛，前后不用一定要就是翻这样子，不是同一个位置，对，它这样就会有平均都可以受热这样，加一些油，好紧张，好，OK， 再加一点，好，就这样，可以继续的炒，这样就没有哔哔啵啵了，你就继续持续的拌炒，对，然后我就会突如其来的，哦，今天真是学习良多呢，下红萝卜这样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下红萝卜。那今天一整天下来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客家话有进步？有啊，哎，我开始敢讲了。你今天学到什么？我今天有被你吓到，很流利耶！今天快 Q， 台球，然后还有什么你安子噻？然后还有说我来自台东，来自台东，你也可以讲我喺台东什麼嘢？我喺台東什麼呢？什麼？哎，对，好像有越来越听得懂，就是你们在对话的内容，就可以跟得上你的步调。就是虽然不是每个字都听不懂，对，但是还是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。组装一下。OK， 好，我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就是翻到差不多了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要先下这个马铃薯的。我继续嘎油的用，继续嘎油。哎，我真的除了嘎油，我会别的话了。你懂梦想坚持下去，这是歌词，我还以为，我刚刚以为你要讲别的，结果怎么可能下一秒直接讲歌词？哎，下一次我跟你说就变厉害，我今天先吸收，可以，就像这个马铃薯正在吸收这些油脂，没错。接下来加入这个灵魂的印尼咖喱酱，对，好来喽。哇，这个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来，我觉得你没办法拌吗？
小范围，然后它有一个巧劲，就是你下去的时候可以快一点，但是下快，对，但是你翻的时候你要小心，不要像刚刚会翻出来。你有闻到那个味道吗？而且它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。那就是咖喱酱的味道。对，哦，酸。好，你帮我拌炒一下。这个味道好熟悉。这是香料味，然后这时候我会加一点，好，哇，这应该很好翻的。对下去的时候可以它比较好翻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家比较特别，我们家调味的时候会加这个鸡汤粉。鸡汤粉，对，我们不会用盐巴，我们就用鸡汤粉这样。然后我还是会再稍微的分散的撒，做调味一些这样，持续的 ，OK。加油，加油，为了梦想坚持下去，加油，加油，还有爱同作伴，加油，加油，走吧，这一站目标明确，耶！加油，加油！最后一句，享受享受，终于在教我，享受超越自己没有极限。要翻。对，我在训练你。我觉得一心二用很难，你妈妈很厉害耶。这就是常常有做料理的人就可以做到的事情。真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加入我们这个最后一笔，也是灵魂之笔，就是这个是印尼的椰奶。OK， 来好，奶味来一点，加下去之后，然后我们加水大概会加到盖过料，对，盖过料。好，然后你就持续的稍微好丰盛哦。嗯，哇，这样看起来就更好搅了。对，我稍微来介绍一下印尼咖喱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看起来是你现在先不翻，它就是红色的表面。对耶红色，好像麻辣锅。但它翻起来之后会有白白的，哦，这边对，它就是很像牛奶锅哎。这个就是印尼咖喱。如果是泰国，就是它没有翻跟翻起来都是红色的。然后因为我今天加的那个水比较多，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放大火，然后我们再持续的自己炖。自己炖。对，我们就进到了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道料理——黄姜饭。耶！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道菜了，就是我们的黄姜饭。这个就是黄姜粉，然后这个是虾皮 OK， 对，很像小虾米这样子。虾皮对，今天你就负责刀工的部分。是，哎不然两个一起哦，也是可以啦，去头去尾。去头可以，哇，你现在已经可以了，现在有那个有架势喽。那我们就先来做这个爆香的动作了。我这个厚度对哈，可以，你可以哈，0.5，进步非常多，可以，老师，真的我很感动哎。好，我现在进行这个爆香的动作。那你对我做给你吃的料理的部分，我吓一大跳哎。其实印象深刻的。那个时候你在教我切水果的时候，我大概知道这个人对料理是非常有概念跟很知道怎么急救的人。好开心哦，好喜欢听你说这些话。所以我在你家那时候第一次去你家吃早餐的时候，看到你做早餐其实蛮放心的，就觉得一定会是一个人很惊艳的料理，而且你只要说好吃就一定好吃。这是我家的料理。有点微辣，没错，我很爱。高汤，好辣，有辣，我自己煮，然后我自己被抢。对呀，那加椰奶是对，因为奶会去除一点辣味。没错。动吃，快做事。我接下来继续下一个动作，好，就是我要先下这个虾皮，对，虾皮下去拌炒。我会稍微加一些这个是虾酱粉，对，然后因为虾酱粉呢，我怕有些人可能不太能接受，我就加一些。那这样去头去尾是对的吗？是对的，然后就切，我就切葱花，对，葱花 OK 版，可以，可，好，那就交给你喽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要下这个咸味重要的黄姜粉。哇，你炒的好快。老师，请问我这样的粗度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非常可以。然后我加一点水。你切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接下来的下一步呢，先帮我拿这个粉，对鸡粉，对，然后我加一点点调味。
好，然后你就帮我拿那个饭，白饭，然后直接帮我下。哇塞， OK， 好，因为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部分。对，首先要先把它压开，这样，等一下把它压开，然后我们要把它翻炒过来，这样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现在把这个白饭有搓的比较散一些些，对，但是还不够，所以接下来来让你来挑战看看。对，有一些它可能还是一团，你就稍微压一下，用压的这样子，压然后再翻，压再翻，对，压再翻，对，差不多均匀了，可以，没错，我觉得今天的料理非常的成功。天哪，谢谢你带我体验这么多东西，真的是 good friend。然后你今天加的最后的这个葱花，我们要加下去喽。哦，全下，没错，有那个葱的味道了，很像蛋炒饭。然后最后这个小黄瓜是最后我们摆盘的时候会放，还会有一些在黄姜饭上面会出现的一些小配料，你不早说，我应该切漂亮一点。很漂亮了，有就是刚刚有一些是偏歪。没事。哎，我觉得多事情的。我也喜欢上做饭。有，哎，我觉得很漂亮，非常漂亮了。好，我觉得现在可以关火，我们要准备来摆盘喽。摆盘 ，OK。好的，我们先来把它起锅。好。对，我们先把它装到刚刚这个大碗里，然后我们再因为摆盘嘛，需要非常漂亮，所以我们待会要来做一个倒扣的动作。好，来做一个倒扣的动作。来，先合起来。呜呼！你速度很快呢。当然了，这是当然，快很准。好的，首先来这个交给你摆盘。OK， 这样子我们先就是应该不是摆脸啊，是摆这边，就是摆盘。我们要摆一个眼睛哦。眼睛有看到漂亮的东西啊，嘴巴有吃到好吃的东西。这个是属于你是这样摆哦，不是哦，不能可以没事就发挥你的创意，发挥我的创意。对，然后我这边呢，我来摆个虾饼，就是我们黄姜饭旁边都会放虾饼这样。虾饼我放了3袋好了，3块这样。好，然后呢就是接下来要加入这个我们家的特制这个辣椒酱，非常之辣。哇，点个可以，这边红绿配，可以吗？哇，哇，快乐大功告成！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黄姜饭。不错哎，肯定是非常好吃的，有2把刷子，哎，都好吃的。对，我们先来试吃黄姜饭，然后有给你捞了一点这个我们家特制的辣椒酱，就是我喜欢的啊，好辣哦，沾到了一点，有那么辣？因为我比较不太能吃辣。哇，有吗？这个辣椒会让我想到很多那种干贝酱或什么。瞬间有那个海洋的味道，没错，配上我们的黄姜，其实黄姜饭它不会到太重，对，抢味道，因为它就是我们平常会就是也是蛮常会配咖喱啊，或是配其他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一些主食。这个饭炒的刚刚好哎，不会太硬，然后又不会太软，干干的。后面是你炒的啊？哎呦，100分，进步了，大进步，20分，100分。今天就是煮完这2道菜，直接功力提升，成就感大爆棚。那你觉得今天一整天下来的心得是什么？我其实今天怎么样？蛮感谢你的。我们走一个感性风格吗？不是因为我们平常都虽然说住很近是邻居，但其实很少一起好好吃饭。然后今天就是你带我来到你的家乡龙潭，然后看到你跟你妈妈的互动，就是很可爱，让我也带到自己回家的感觉。动作就慢慢的，就让我好像从比较忙碌的都市开始慢下来。好好去吃饭。因为我之前一直想说要来
龙潭，想说吃一下你之前推荐的一些印尼的什么自助餐，对对对，就因为平常就不会吃到，嗯，所以今天很开心，直接做给你全部都吃到了。做给你吃，包含你自己也有动手做。哎，对有，我感觉有加一些情感分数。哎，我也很感动，因为毕竟从他不太会切苹果开始，今天的刀工以及今天的翻炒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还好友情没有扣分，对，加分加分。哦，有加分吗？有加分。哎好，加分之后我就要加一个，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分。没错，这是我们的熬煮2个小时的印尼咖喱，来，我帮你来。当然我们也可以来沾，就是我们刚刚选的这个南瓜的面包。哦，对对对对耶，它可以直接沾。毕竟我们一开始的料理名称是印尼咖喱左窑烤面包。对对对，我想吃吃看那个马铃薯有多软。嗯，这就是我家的，这就是我家的料理。有一点微辣，微辣。没错，哇，对我来说我很好辣，爱烤炭。哦，好辣。有辣，有辣。我自己煮，然后我自己被抢。对呀，它的那个咖喱酱包本来就是有辣椒在。哦，我以为它会很咸，没有，它就是奶香味，对奶香味。印尼椰奶。那加椰奶是对，因为奶会去除一点辣味。没错，必须得。我觉得加饭好吃。我现在来试试看这个面包的部分，我想要先撕一小块，然后我要来沾沾看，说不定可能不会那么辣。嗯，有可能。对，但我好喜欢吃这个印尼的咖喱哦。哦，加面包很好吃。我看那个鸡肉，我们今天买鸡肉，对，好吃。超级嫩。哇，就想到，因为其实小时候除了做料理之外，我也会很常跟妈妈混在一起。你有混这个字，用混了，那贴在妈妈身边。就很像朋友。因为那个时候妈妈来台湾的时候，她其实当时是有上课程的。我刚好也在国小，然后妈妈就有上那个新住民的一些课程，就认识 Bopper Murphy 这样。哦，然后我们在国小的某一个时期，我们回家就一起写作业，因为其实跟妈妈一起写作业这件事情很少见，对，会的时候只有在暑假作业写不完的时候。而且通常妈妈都会说，你这个写错啦，对，会这个纠正。 9+1怎么会等于8？怎么还不会啊？对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你有没有上课这样？但你跟你妈妈应该就是，互相讨论。对，不是，是这样写吗？我就想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好，我们再去问老师。对，我们去问老师。很酷哎，就跟你一起学习长大。没错没错，所以就是小时候有很多是跟妈妈一起，很像朋友。说，哎呦，跟妈妈的回忆很多。对啊，谢谢雨涵，谢谢芝芝愿意一起来上这个节目。因为慢慢的现在天色就暗下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我觉得要来有那种萤火晚会的感觉，所以我就准备了你有让我回家的感觉。吉他。好，那今天就带来我的最后完美句点的一首歌。我的歌有时有你，有时有日。你的狗狗可以挂在天堂，面孔走谁全部沦丧，要記咗條尾，就算沒有了，見來幾多嘅大家歡喜嘅瀟灑，做本意強用，基本意沒強用，沒有神沒有夜，愛嘅的笑面快樂。看到天空，aku rindu kamu, kamu halamanku, aku akan di sini menunggumu. Aku cinta kamu, kamu halamanku selamanya di sini menunggumu. 今天来到这里，谢谢雨涵给我们这么多好吃的东西。有印尼的料理，天色这么好，我
我们一起享受晚餐，制造美好的回忆。